英皇楊老闆嘅翻身仗啊，真係刺激過風飛戀啊！嗱，佢最近一啲大動作咧，我睇就係想靠英皇娛樂嚟補地產166億嘅債咯。由呢個一帆風順嘅綜藝到謝霆鋒演唱會，再到灣區星明月音樂會，每一步啊都踩中刀刀到肉㗎。嗱，先嚟睇啱啱結束嘅灣區星明月音樂會啦，完全咧就係緊抱灣區嘅大腿喎。英皇娛樂拉住容祖兒啦、曾比特呢啲自家藝人同兩岸頂級唱將同台演繹，將自家藝人嘅曝光咧就拉滿。楊老闆仲親自落場，通過同肖戰合影嚟引爆流量。做大啲港式幽默咁話，請佢唔起啊！嗱，再嚟睇霆鋒由香港、廣州、重慶再到明年深圳嘅演唱會咧，場場秒空嘅喎，單場收入3000萬，咁計落嚟成輪嘅巡迴演唱會咧就狂攬5億以上，而且近期熱播由霆鋒擔任評委嘅綜藝一帆風順咧，楊老闆順藤摸瓜就提前佈局好噶啦。節目入邊嗰個圈粉無數嘅化學系靚廚鄭子欣咧，係香港城大化學系畢業，將實驗室搬入廚房嗰個呢個靚女啊，早已經被英皇簽約啦，唔怪之得佢嘅每道菜霆鋒都讚不絕口，而且俾高分啦，果然好照顧師妹嚇。大家都知道英皇地產欠債166億嘅事啦，喺呢個危急關頭，點解楊老闆唔係忙住救地產，反而嚟搞娛樂事業呢？而家咁樣經濟環境啊，地產一早唔係黃金賽道啦，反而係娛樂呢種精神消費咧，既符合大眾口味，仲可以長做長有添。但係如果你哋真係以為靠娛樂圈賺嘅錢去填地產嘅坑咧，就純屬諗多咗啦。賺個10億8億仲可以166億喎，難過登天啦！嗱，我個人分析咧就係佢要嘅根本就唔係填坑，而係要用娛樂賺嘅錢做勾，整靚個娛樂板塊，股價一升咧，估值上咗去之後，再去同銀行傾呢個債務重組。嗱，本質咧就係用資本拆東牆補西牆，先避免爆雷嘅風險啊嘛。講白咗，娛樂咧就係藥引，資本市場先至係醫大病嘅藥方啊！嗱，講到尾咧，楊老闆今次就唔係靠娛樂翻身，而係借娛樂玩資本，由地產老闆咧就變做資本操盤手。但係166億嘅債，靠股價同估值可以撐幾耐咧？咁你哋覺得今次搏一搏，單車可唔可以變摩托啊？